咁12月咧就真係喜事連連啦，因為咧我哋嘅中38強啊，趁住聖誕新年咧呢一個佳節咧，組成咗呢個限定嘅組合，係叫咩名知唔知？3、2、1 ，Eight Wonders 係啦，出咗呢個限量 CD single 嘅 box set 咧，聽日開始12月15號咧就會喺各大唱片行，仲有 MyTV Super 都一樣可以訂購到嘅喎。呢個 box set 咧有8張 single 喺裏邊嘅，咁同埋會有啲隨機小卡附送啦，好似盲盒咁樣咧，你抽到嘅話，咦，唔係你中意嗰個，或者係即係抽唔到嘅話咧，總之就繼續抽啦，抽到咧集齊晒，係跟住咧8款。好有收藏價值，好有收藏價值，最緊要係我唔好意思啊，因為我咧好興奮啊！我聽講咧，佢哋嗰啲衫襯得好靚。係啊係啊，其實今次男仔嘅衫咧係我有份幫佢哋做呢個 style，咁所以咧大家都買晒佢啦，買晒佢啦，係啦，係啦，集齊8款。跟住咧，聖誕嘅時候8日就攞嚟照嗰個公仔，跟住係 fashion show 咁樣，係咪啊？係啊，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咁樣。好啦，咁我都知道啦，其實佢哋琴日啊就已經舉行咗呢個見面會啦，咁個場面咧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熱鬧啊！咁同埋咧，佢哋係唱咗好多嘅歌啦，佢哋嘅新歌啦。咁我知道咧，小編都準備咗少少嘅片段嘅，俾去唔到嘅朋友咧可以一齊去分享佢哋嘅喜悅啊！不如我哋而家睇下先好嘛？去片，每次呢個 clip 一出嚟，覺得自己好似好高。黃鄭俊仁、陳子瑩、詹士聖聖、趙俊成、李金海、劉洋、張宇晨以及黃多。好耐冇試過集齊8位喺同一個地方、同一個舞台上面。3、2、1。Wonders！ 今次呢一張 CD box set 啦，佢名為叫做 Eight Wonders 啦，咁啊將會係喺2日後，即係12月嘅15號咧，喺各大嘅唱片鋪咧就會接受預購嘅。咁啊聖誕節期間咧，大家就會買得到啦，售完就會即止。有你冇你嚟緊呢個聖誕，一定要擁有呢一張 Eight Wonders， 好唔好？其實咧，即係除咗今日咧 announce 咧會有呢一張專輯啦，喺嚟緊咧12月嘅15號咧，會喺各大嘅唱片鋪咧可以預購之外啦，其實都要同大家講嘅，由今日開始12月13號咧，我哋 TMG 全新體驗隆重登場，記得鎖定咧 tvbmusicgroup.com， 裏面咧會有好多關於咧 TMG 歌手裏面嘅啲資訊啦，包括訪問啦、你哋啲動向啦、歌曲啦、MV 都會擺晒落去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啦。其實如果係即係中星嘅粉絲有呢個角色，真係極有收藏價感情就像野火，最美花朵都逃不过凋落。同樣只住便能發現，原來有天使，靈魂底有那時，守護而默默注視，在我孤單失回我。哇！佢嗰啲朋友真係好似睇咗場小型音樂會咁，聽咗咁多首歌，一次過聽晒，係咯，犀利。首首都中意，個個好。我屬於舞台，我就是舞台，完全打開，我綻放傲人的姿態，在我的舞台，聽我的主宰，綻放的姿態是屬於我們的時代，為我們在。
到佢哋咧8個人都可以出到同自己嘅風格，即係好襯嘅歌咧，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咯，個個都好有 character，好開心。嗯，咁其實呢度只係一個小小嘅片段嚟嘅啫，咁更加多嘅精彩片段咧都可以上 MyTV Super 可以睇到嘅。同埋記住啊，就係聽日12月15號就可以開始訂購，所以咧12月下旬咧就會陸續發貨㗎啦。記住留意埋 TV Super 嘅 IG 同埋 Facebook。冇錯。